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又係我同大家傾下金事。轉眼間又到星期五，5月1日，金價今個禮拜收官真係驚心動魄，全日波幅成百美金，由4560美元穿到去4660美元，最後收盤企喺4613.39美元附近。雖然禮拜中段一度跌穿過4550美元，好彩周五見到有啲空頭回補，叫做穩陣反少少。而家左右金價嘅主要有兩單大新聞，第一就係聯儲局嗰單內部大分裂，利息雖然維持喺3.5%到3.75%唔變，但8-4呢個投票結果係自1992年以來最激嘅。有4個委員擺明想放鷹，搞到投資者都唔敢諗出年會減息，美金一強，金價自然就受壓。第二，中東局勢竟然峰回路轉，聽講伊朗經巴基斯坦交咗份停火草案，火藥味即刻減弱，油價亦都從高位回落。雖然避險資金走咗少少，但油價跌亦都令通脹預期減溫，市場焦點又去反貨幣政策度。不過大家又唔使太驚，銀行分析話各國央行同長期投資者對黃金需求仲係好強。呢個就係4550美元樓下有支持嘅原因。嚟緊大家要盯實就業數據，睇下金價能唔能企穩4650美元啦。以上內容只供參考，唔代表投資建議。記得訂閱、撳讚同分享，多謝收看。